红牌重型机车上国道议题已经差几落10档啊。自2012年7月就通过法案，开放550cc 以上的红牌骑上国道。不过因为安全的问题，还未正式施行。最近就有4间车厂发布声明，希望政府重视红牌重机车的路权，略早来开放。 大型重机骑上国道是未少骑重机的人大的心愿。立法院自18年3读通过法案，开放550cc 以上大型重型机车骑上国道，通伫1801年7月开始施行。3读到打10几档，重机上国道的议题由原因为安全顾虑还未上路。伫咧3月24，四大车厂也共同发布声明，希望政府通重视重机族群的用路权。因为交通部高公局是表示，会继续收集民调，和地方政府沟通。我们就是还是必须尊重地方政府的意见，就是要取得他们的共识，我们才能往下一步走。那最近的一次的结果还是显示，大概有64%的民众是不赞成，觉得大型通讯对上国道是有安全上的疑虑。所以现阶段我们国内的一个条件是还没有达到整体的一个共识，所以才是导致现在都还没有实质为开放的一个结果。交通部高公局表示，国道因为牵涉到各地方政府的路权，加上顾虑到安全风险的问题，就要谨慎评估。不过，中华民国大型重机经营同业全国促进会是表示，安全问题袂当干那看民调，建议政府通伫车流量较少的路段试办，加强宣导，建立使用国道的安全共识。我感觉讲啊，做重机做危险的啊，把重机当作是飙车族。我一再强调，所有的违规拢是行为人，车甲奥多摆拢无关系。应该是不是会当对东西向的国道较空旷国道，较无车的国道来示范，再来观察。促进会呼吁交通部，毋是干那限制，也是甲责任撒互地方政府甲民调。因认为爱先试办，才会知影有可能的违规状况，来改善甲宣导正确的驾驶观念，互大家有基本的观念，才通真正促进无分车种的用路人有公平安全的交通环境。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。